我父母咧就以前就從事都係茶葉嘅生意啦，咁佢哋就做嘅係批發方面多啲。佢哋係好 judge 我㗎，非常之 judge 我。可可鐵觀音，即係佢哋又拗晒頭咁樣，即係覺得啊，我都係飲翻我嘅鐵觀音咁樣，即係要說服佢哋要去試。咁試完之後，其實佢哋都中意嘅，就覺得哦 OK 喎，又真係好飲。因為我就喺中文大學咧完成咗呢個法律本科，咁啊讀埋 PCLL， 做埋2年嘅訓練，咁就正式成為執業律師。當時就有一個契機，反思覺得可能想試下一啲唔同啲嘅生活。我哋一開始第一個爆嘅產品咧就係Scottish Whisky Tea。咁我哋當時點樣諗到呢一個 idea 咧？咁就睇到有一個 Scotland 一個 cafe 咧，佢就有 Whisky Tea。咁覺得好得意喎，咁就同佢哋傾，咁我哋就同佢攞咗香港嘅獨家嘅代理權，咁啊我哋又再 improve 咗佢個 recipe 啦，即係更加適合香港人嘅口味。銷量就我哋就冇點樣統計嘅，但係譬如話我哋每一個節日都會可能有3至4間公司同我哋訂咯。咁每次佢哋就會因翻佢哋需要送幾多客人或者香港嘅員工。咁所以都每個人都訂到幾百套咁樣咯。我哋而家就喺香港多啲，亦有新加坡啊、杜拜嘅客人訂過咯，即係澳門啊嗰啲。咁都希望以後陸續會越嚟越多咯。